原本定伫咧2021年完工的彰化渔港，因为这经费无够，厂商搁走路顶，工程是一直延前。即阵彰化县府总算是宣布，彰化渔港的渔船埔头要正式启用，第一阶段开放80只船，未来渔民若要出海，总算是唔免搁等海水扒漏。 淡水堤大船入港，彰化头一个免碳漏水出海的渔港正式启用。伫彰滨工业区内的彰化渔港，为2015年开始起造，原本按算2021年完工，但是因为天气、经费侪原因，工程一直延前。县府即阵宣布，彰化渔港的渔船埔头开港启用，第一阶段开放80只船位。 从这里出海是最近的，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渔民呢能够有好丰收？所以呢我们也就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，先行来这个开港啊。彰化渔港这边主要是针对咱有仔港，也是北省这个位做个渔港的。 嘿，拢大家进驻，主要因为迄边渔港拢是后槽港，即马好像彰化渔港这个不是后槽港，所以渔民这边很方便。彰化县府表示，海事工程施工的难度高，而且嘛受天气的限制。台湾这几年真少建设新渔港，目前完成第一阶段的开发计划，南北边的补环工程也欠3.35亿，佫需要中央的补助。共了22.18亿呢，我们在书里面已经补助了16.76亿，这个3.35亿的部分。 我们在持续的在跟政府来一起合作，我们也跟经济部一起在合作。县府表示，接落来会继续推动第二阶段甲中程计划，若一切顺利，未来北环上济当提供予330只渔船进驻，南环、二环风电业者的营运为后码头，嘛会同步启用。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。